港社企經常舉辦農場生態旅遊，接待全港市民去到離島富聯鄧福興紀念農莊進行生態導賞團。生態導賞團係會注重於環保教育同埋 4RS， 促進市民精神健康。嚟到農莊可以體驗親手種植同埋即場採摘新鮮植物。我哋自家農場種植嘅農作物有香水檸檬、蝶豆花、優燉草，同埋根據24節氣種植嘅適時農作物等等。所有農作物都係經本地農場有機種植，絕無添加。而我哋所施嘅肥都係廚餘肥同埋優糞肥。而我哋嘅可移動式種植架係可以喺學校、社區中心等地方體驗種植嘅樂趣，隨時隨地進行園藝治療，實踐 4RS。陽光社企舉辦超過100種工作坊，例如環保手工皂、蚊怕水同埋重用膠樽嚟製作嘅保水瓶。透過 DIY 帶出6R 同埋環保知識，去教育大眾轉廢為寶，實踐 Action Pay and Learn。咁呢兩個咧就我哋草本屋最受歡迎嘅產品啦。呢個咧就係優燉草茶包，呢個就左手香膏。咁佢咧就係我哋農場嘅產品嚟嘅，就主要用翻我哋自己種植嘅優燉草製成嘅茶包啦。咁飲完咧就可以幫你身體消炎同埋改善睡眠質素嘅。咁呢個左手香膏就可以幫你，例如你俾蚊咬，你搽咗佢咧就可以止痕。同埋如果冬天嗰陣皮膚乾燥咧，你都可以搽佢去滋潤皮膚嘅。咁就希望大家可以多啲支持本地社企咧，同埋歡迎其他機構同我哋合作，一齊創造 CSR 同 ESG 嘅價值。